哎呀，我说你怎么还没去上班啊？哎，快10点了，你不去啊？那些人又偷懒了。等他们捷报呢。收地之事，暂时还不宜在公司张扬。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能谈成呢？啊？你看一下早报头条吧。调剂云一弃权，这地啊，非我莫属了。我觉得你呀，可真是贼。这个事儿，徐太太刚给我打了电话，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，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。下一次。哎呦，你们回来啦！妈，伯父，爸，哎，怎么样？饿了吧？耶！那块地的事，许夫人说在兰心会跟妈妈见面的时候再跟我们好好谈。好，不错不错。其实这一次最大的功臣就是凌天，不管他说什么，徐夫人都是点头的。啊，等到这块地正式签合同了，你跟婉晴的婚事就定下来吧。另外，升你做副总。谢谢爸。谢谢伯父。老爸英明。哎呦，恭喜啊！徐夫人在电话里都说了，这件事之所以能成，是因为婉晴拿出那张报纸才办成的，功劳不在凌天。干嘛谈婚论嫁？如果论功行赏的话，是婉晴有功劳，她要什么我就得给什么。我想你一定想嫁给凌天，对吧？那就照办。谢谢爸。记得我上次坐在这主席的位置上，18年前公司上市的时候，你们大家都看见这个报纸的头条了。常言道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妈，金帆已经有2个月没回公司了，我要靠每天在娱乐版的新闻才知道他在哪里。这次他分明是要跟我争徐氏那块地皮，建什么娱乐城，摆明就是向我挑战。是，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下手这么狠呢。这策略是你一个人想出来的吗？是我跟赵后、韦瞻和萧征一同决定的。嫂子，我们真的拿金帆没办法。这江山是我们跟纪元父亲打下来的，我们不想看着乔氏毁在那些无能的领导手里啊。是啊，这5、6年以来，乔氏的业绩一直没有多大的跃进，我们比谁都在意。嫂子既不相信纪云，金帆又不爱到公司来，可是嫂子给了他一个行政副总裁的位置，我们经常群龙无首，找不到方向啊。这几年，市场上很多地产公司用的都是海外人才，嫂子，我们不能一成不变的。你们在批判我揽权吗？只要我活着，这权都是我们姓乔的。你们这样打压金帆，他不回来大闹天宫才怪呢。他要是敢闹的话，我自会收拾他。你要是能收拾，你早收拾了。又收拾谁呀？哎呀，又劳驾奶奶出来为我主持公道，真讨厌，讨厌死了你们！奶奶没事啊，先喝口茶，没事的。嗨，乔董，我在外面替集团拓展市场，您就跟这帮闲人在我背后放冷箭，什么意思？你少在这里放肆！你在外面胡作非为，怎么还是为了集团？我发那个声明是为了减少集团损失，挽回集团的声誉。我什么时候胡作非为了？如果那块地被华朗抢走了，
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只要你不拿公司的钱打水漂，我们呀也懒得管你。打水漂？对了，打水漂，水漂哥，我记得你。你还记不记得去年那个特别烂的项目啊？那个我们都说别去碰的，你却害得公司亏损6000万。我一直视你为我们败家里偶像中的偶像，厉害！不要以为自己是乔氏的大少爷就可以这么放肆。别忘了，我们当年帮乔老爷子打江山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出生呢。听我的更正，不是你们帮我爷爷打的江山，是我爷爷打下江山之后一直罩着你们。喂，我爷爷走了之后，你干过什么大事？海南那个项目你谈了10年，你签下来了吗？还有广东那个项目，因为地基的问题还停工了。至于停工的原因，我就不用说得太明白了吧？你挂着行政副总裁的头衔，你又为乔氏做了什么贡献呢？后说后说，我其实真的不想顶撞你的，可是今天对不起了。每次股灾的时候，乔氏有多少项目，都是赌输在您的手上的。够了！他们3位怎么说都是你的长辈，你没资格这么跟他们说话。我知道，你为了你妈的事一直恨我，我看你是存心跟我作对。行，咱们今天就好好谈谈家事。好啊。妈，奶奶，太太，奶奶，太太，叫医生来！叫医生。吵得够凶的，你们2个，有多久没这样对话了？要没人说，还真不知道你们俩是一对父子呢。吵，那天再把我的病吵犯了，你们也就省事了，你们就不用送我去医院，直接去坟场就行了。奶奶，你说什么呢？不要以为奶奶疼爱你，你就恃宠而骄。纪云，你年轻的时候也没少做过荒唐的事儿，可我作为母亲，我有过拆你的台，让你没脸吗？唉，现在你儿子再荒唐，也该先把他叫回来问问清楚。就这样发声明，这不是让乔氏闹笑话吗？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我知道我怎么做，你们都不会满意。错的总是我。原来你知道自己不忠啊！我教训我儿子，有你插嘴的份儿吗？你搞你爸爸也就算了，还拿乔氏来玩。你是知道的，奶奶现在还是乔氏最大的股东。你玩乔氏就是玩奶奶，你跟我有仇啊？你跟我有仇，你倒把我捅死算了。燕归，去给他找把刀来。好，如果你死了，我活在这世上也没什么意义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先捅死我，然后我再捅你，好不好？你觉得好笑吗？奶奶，你是不是很久没有看电影了？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国的电影票房市场1年有多少个亿呀？我不是在玩，也不是在乱搞，我是想吃这块肥肉。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我希望长大以后，我的家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，大得很夸张，游泳池里都是美女，比基尼3、6D。我有一个很大的捞鱼网，大得很夸张的，我就蹲在池边，看中哪个捞哪个。你说的肥肉，就是比基尼3、6D。奶奶，不这么说怎么上得了头条啊？不同的生意有不同的噱头，拍电影就是要宣传，要炒作，
要先声夺人。总之啊，你到哪儿都是个破坏分子。你看他，歪理当道理，咱乔氏作风正派，从来就没有这么乱七八糟的搞过。我乱七八糟的搞，就是不想搞你那些乱七八糟的生意。好，现在好了，人人都知道乔氏不支持你，我看你没钱，你还能怎么搞？您费心了，外面有一堆富二代在等着我一起玩，我会筹没资金。行了，闭嘴。既然你们各不相让，那就听我的吧。经幡呀，你知不知道徐氏那块地对我们乔氏有多重要啊？有钱难买双连地，如果让华朗拿走了，那咱们乔氏就吃大亏了。还说要搞什么娱乐城，你拿回来还不是要让给乔氏？你呀，就是爱耍那些口头威。真的是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啊！总之啊，你们谁把徐氏这块双连地拿回来，我就支持谁。好，3天为限啊！再说那就2天。哎，不，算了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不跟你聊了。妈，你看，这么多年都是你把他惯了。刚才他在会议室把那些老家伙都骂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简直就是目无尊长。那，你认为他骂得对不对呢？你认为他是胡作非为，我认为呀，他是对乔氏了如指掌。他买那块地建娱乐城只是手段，只是想要尽快把地买回来交给乔氏。现在外面传，华朗集团想取代乔氏在这行的位置。如果你们父子俩再不同心同德，乔家的江山都快保不住了。你替我想想，100年之后，你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的父亲？嗨，来，看下面有美女。真的？哎，你看，刚才骂那人是我爸，知道吧？下次骂我爸别当着我的面骂。嗨，你要是能对明娇也来硬的，早就把她弄到手了。要杀我也先帮我把地皮弄到手啊！你下死力帮我搞娱乐城，也不是想有所作为，然后跟明娇的距离拉近吗？每次都这样。你徐夫人那边怎么搞啊？既然钱都已经用出去了，就不要浪费嘛，就用喽。喂，来，这个好摆，这个放在这儿好的啊，对，放这儿好看。我最喜欢。哎呀，我也是。哎，你看这一朵。叹什么气啊？莫凌天虽然是个人才，可他是个穷光蛋。我们婉晴嫁给他，这生意没亏呀。让婉晴订婚，只是要保住凌天这个人才。到时候呢，我让他们到国外注册结婚，分不到我国内的身家，不会亏的。老公啊，你太有才了你！今天非常高兴，大家能来参加我们兰心会的每月例会。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位新任干事，她就是徐氏企业的徐太太，大家欢迎。谢谢大家，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兰心会的新干事，非常感谢夏夫人和各位在我先生去世的时候给予的关怀和支持，谢谢。真的非常感谢夏夫人，让我从失去丈夫的悲伤中解脱了出来。我会继承我先生的遗志，把徐氏企业做得更好。谢谢。
华朗集团是实力强大的企业，也是我先生在世的时候最希望长期合作的伙伴。我现在很荣幸地宣布，不好意思，我的致辞完毕了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徐夫人，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。出什么事了吗？婉晴，你去看看。哦。乔金帆，你卑鄙！你想用这种手段逼我屈服吗？他的确很卑鄙，不过你也太会演了。老公都死了还这么开心，人前装悲情小寡妇，你早就找个有品位的。小张，乔金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买通我，把地卖给我。下流无耻！你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竞争！现在知道有点晚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拿到这块地，我就可以订婚了？有那么多的地任你玩，你为什么偏偏选这一块？你为什么要破坏我们呀？你订不订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哪知道你有这么大的事儿啊，小姐。你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我很清楚。你可以继续玩世不恭，你可以当你的行尸走肉，因为你的寂寞路人皆知。哦。你可以不用追求幸福，但请你不要破坏别人的幸福，行吗？算我求求你了，行吗？无聊。喂，不玩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才出了点状况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徐氏集团和华朗集团正式合作。好了，太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好，太好了！谢谢，谢谢。此时此刻，真的是一个开心的时刻。感谢徐夫人选择了与华朗集团合作。我夏正朗在此代表集团向你说一声谢谢。我现在要宣布一条喜讯，也就是我的女儿夏婉晴将与莫凌天先生订婚。届时，我还请大家务必光临出席啊！因为我的准女婿莫凌天今天有公务在身，跟你走了3年了，好像从来没跟你一起看过星星。可是现在也来得及啊，反正星星是永恒的，它是会等人的。
林天，你真的想清楚，戒指的主人是我吗？我承认，我还没有完全放下来学。但是在这一刻，我很清醒我自己在做什么。我是真心诚意的想娶你。这么多年你对我付出的努力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但是在别人的眼里，我只是个出卖自己的穷小子，是靠着你的关系才爬上来。是没错。但是今天有这样的成就，我是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才换回来的。所以我不自卑，绝对不。一个自卑的人，不配拥有你这么好的女孩子。我会努力的证明给自己看，我会让我喜欢的女人为我感到骄傲。谢谢你，明天。刚刚在来的路上，婉阳就骂了我一顿，说我不了解你，从来都没给过你惊喜。他骂得很对，所以在冲动之下，我就买了一束气球。是不是傻到家了？但是我喜欢。还有，我还为你买了一份礼物，送给莫凌天。这是从前来雪送给我的钱包，请你帮我换上。你知道，我从小就没有亲人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唯一的亲。你愿意接受我吗？我也。哎，你说这笨女人还挺有意思啊。什么？哎，怎么说来着？玩世不恭，行尸走肉，最后一句怎么说来着？你的寂寞路人皆知哎，你去哪儿？去找人生目标。别闹！你别闹！喂，我们上一次是什么时候？10年前的圣诞节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神经病吧？哎，有病！你有病！你有病！我去你的！我去你的！谢兆浩，我去你的！乔继云败家子儿！你混蛋！你混蛋！混蛋！你混蛋！去你的！败家子儿！你混蛋！你混蛋！你个大混蛋！
我，你也得好好的呀，林天。你不用担心我。林天，你走开。来雪，你别离开我。不是。你去哪里了？为什么不说一声就走了？来雪，我知道你是想我是个穷光蛋，对不对？林天，他们都说纹身是想纪念什么人，你这个雪花也是有这个意义的吗？你别这么敏感，我只是觉得这片雪花挺好看的，所以就纹上了。真不回公司了？打算放弃啊？放弃了。哎，看看小创创给你找的猛料，我就不信你想放弃。你爸在外面有个情人，给他买了套房子，另外还订了2张过几天去巴黎的机票。长得比我还小。不是他，耍我？是来凤仪。乔继云还在跟那个熟女在一起。那个嫩嫩呢？嫩嫩是谁啊？恭喜啊，你又多了个妹妹。恭喜你啊，婉晴姐，马上就要结婚了。那你婚后肯定不会继续再打这份工了。对呀，有你那才俊老公在，一定不会让你出来辛苦的。哎呀，我还没有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呢。你呀，别对蜜月期待太大。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完全是2回事，工作还是要继续的。女人要是不工作，就会彻底沦为男人的附属品。我去接个电话。喂，婉晴，恭喜你啦！我是来雪，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见个面呢？我现在不太方便，我在外面做采访呢。是吗？就这么不想见我啊？我已经在你杂志社前台了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好漂亮的戒指啊，林天送的。啊，我们订婚了。好傻啊！我老公送的，我结婚了。
这样你就不会担心我是回来抢凌天的。你看起来过得不错啊。还好吧，我老公是个小商人，经常要出差，我也跟着他跑来跑去。他有些生意在这里，所以我也回来过几次，也知道一些你和凌天的消息。一直没找你们，是因为不想打扰你们。交代完毕。没想到你的个性还是跟以前一样，直白。你们什么时候订婚啊？应该很快了。你会来吗？婉晴，来，送给你的。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插花，虽然这个花瓶不贵重，就当做是我送给你的订婚礼物。谢谢，见到你们幸福，我就高兴了。那你知道凌天的母亲吗？我听说已经去世了。哦，看来他还是没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你。凌天的母亲还活着。当年他父亲很穷，他母亲受不了，就跟别的男人跑了。过了很多年之后，凌天才打听到他母亲的消息，听说是去了法国吧。之前我陪我老公去了趟法国，很偶然的碰见了乔氏集团的董事长乔继云。乔继云？你认识他？我之前见过他一次。哦，我那个时候看到乔继云身边有个女的，大概50岁了吧，我以为是他太太，可我老公说不是，是女伴儿，住在法国。我怀疑那是凌天的母亲，因为实在是太像了。这是凌天母亲年轻时的照片，那时候凌天给我看过，所以我就拿了一张。凤仪，那是他母亲的名字，姓什么就不知道了。凌天他不想多说，所以我也不敢多问。可是我知道乔继云过2天好像要去法国，应该是跟他有关吧。如果是我就会想方设法接近这个女人，然后问清楚她是不是凌天的母亲。唉，凌天一生孤苦，从小就没有亲人。如果能让他们母子团聚，这个男人会幸福很多。而感到幸福的男人，会让身边的女人也拥有很多幸福，就像我老公一样。我明白了。最后，我再给你一个私人意见，这件事你不要让凌天知道，我是不想让他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当时是我离开他的，如果事情有好的结果，那就当做是我对他的补偿，也算是我送给你们的订婚礼物。婉晴，你答应我，不要告诉他我们见过面。啊，我不想再见他，因为我不想我老公不高兴。好，来雪，谢谢你。等我一下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
婉晴，你回来了。你看，我给你买的花。这么巧啊，我正到处找瓶子呢，给我。以我现在的状况，只能给你买这款婚戒。等我以后赚了大钱，一定送你一个更大更漂亮的钻戒。婉晴，你是我最坚强的后盾，有你陪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着我吗？您什么意思？徐家的那块双联地让夏家给拿了，难道你就真的置之度外？我怎么还听说你要去法国公干？我怎么不知道乔氏在法国还有什么客户？妈，您从来就没信任过我。我老了，管不动你们了，也没有力气追根究底。但是我能感觉到的事情，你儿子也一定能察觉到，他远比你我都聪明。唉，你呀，就好自为之吧。喂，爸，是我雪儿。你和妈去法国好好的玩，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去了啊。徐夫人地皮的事情有转机了，你不要失望。你懂什么是生意啊？爸，你就别管了，你和妈好好度假，我肯定会给你一个惊喜，啊。再见。拜拜。林天，是我。我快要登机了，是去法国出差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不在的日子，你就要吃便当了。回来再给你补偿吧。拜拜。凤仪，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没什么。啊，我们去那边。好。是在这儿吗？不，那边。你那边怎么样？这个女人在超市里面，好像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看上去还挺正常。好了，不讲了，上飞机了。好好玩啊！我想你啊，凤仪，
还记得我们曾经去过的那家咖啡馆吗？记得。哎，这次我们还要再去一次，故地重游，找找当年的影子。好。这里还有很多地方都要去看一看、转一转，好好的玩一玩，放松一下。太好了。对你说，看天空，我为你挂满了